后来继续来看反共后台志工联盟的创办人周兴成，6月初5迄天，甲罢免团体共同来宣誓，讲这个罢免第3阶段正式来开始。同时有6个女性徛伫个周兴成的身边，讲这6位女性是罢免团体发言人，而且真有可能是未来若罢免成功要参加补选的人选。 干扰罢免，都惊罢免进入到第3阶段，乌道金钱干了对咧墙外来，罢免团体带立委呼吁检调开始动作。虽然说我们是一群意志坚定的就是公民，但是其实我们手无寸铁。我们想要再次呼吁国民党往后委员，请们好好面对你们应该面对的民意。华城南亚爱听公民的声音，随罢免案庭现31比0，联电创办人周兴成嘛做反共。 后台大联盟整合全台湾罢团主管对抗南亚，各个罢团会发挥自己的创意，完成3届的罢免，4届的这个选举来铺路。这些发言人呢，也都会适时的提供这个论述。即马上要紧的代志，若爱完成3届，周兴成的话，敢若嘛如果4届补选罢免团体拢总到。 传出徛伫咧周兴成边的6位女性，包括三度被害陆战队长蔡克如、罢免马文君团队发言人戴启基、罢免江启臣带头者廖志安、三度被害发言人阿美、邦桥大三馆发言人莫莉、罢免齐心营带头者徐小青，拢可能是未来补选的人选。完全没有，对，完全没有。最大的目标就是把这些亲共、舔共、卖台的立委，就是罢免掉。31区全部罢免，目标不变。那罢免团体开始伫咧3届的行动，面对罢免压力的南非嘛强烈回防选区，却传出民进党来烦恼，到这阵党中央搁伫咧清算的阶段。每一个公民团体都有他们的自主性，有他们属于他们的节奏。民进党始终都是那个初衷，就是我们是公民的后盾，要的是大罢免必须要大成功。林阳铁基二线将舞台主导权交由罢免团体发挥。 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